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一嘅客家新新闻，我係陳延洲。這個第一嚟關心武漢肺炎疫情嘅最新消息，受到疫情疫情嘅影響，也嚟疫情對國內嘅所有方面呢都造成動態影響。嘅總統蔡英文晚上啲早晨10點半嘅時間，會喺總統府發表談話，針對壓力紓困措施，還有相關嘅應做法，未來進行說明。嘅第一種嘅記者會當中呢，嘅包含嘅行政長蘇貞昌。立法部長陳時中，韓國有從亞利外交部長吳釗燮同經濟部長沈榮津都會來參加亞重會議。以下呢一個記者會隨時就會開始，嚟看一下以下總統府這片進行的情形。
各位国人同胞，各位收看直播的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媒体同仁，大家好。那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在全体国人的努力之下，国内的疫情得到了最好的控制，也更受到国际的瞩目跟肯定。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已经从过去的口罩进口国，转变成全球第2大的口罩生产国，口罩的日产量不断的向上突破，可以充分的供应我们国内的需求。所以，我们从下周4开始呢，国人每人每14天可以买成人口罩9片，或者儿童口罩10片。我们也制定了寄送口罩到国外的规定，协助在国外的国人做最好的防疫。那么我们持续努力提升国内的防疫能量，但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国人，国际疫情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整体的疫情就永远不会结束，台湾也依然身处险境。疫情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的疫情状况都会相互影响。我们光是把国内防疫做好，并没有办法阻挡疫情蔓延。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必须集结力量，共同克服挑战。前一个阶段，我们组好了国家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打国际杯，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全面抗疫。现在不论是快筛、疫苗，或者是药品的研发，还有防疫物资的超前部署，都有非常多的国家积极的想和台湾进行合作。像是我们和美国、欧盟以及捷克正在共商防疫的策略，分享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和澳洲以及美国也在进行防疫物资的合作交换。对于邦交国，我们也以提供协助，让他们以在当地购买的方式取得需要的医疗物资。那么这一阵子，我们常常看到新闻报道，有的国家的医疗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医疗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协助病患，却因为欠缺医疗物资而感到无助，甚至因此大量的确诊。今天我要告诉国际社会，台湾会积极加强跟各国的防疫合作，而当各国面对疫情扩散急需协助的此刻，基于人道的考量，台湾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愿意在口罩、药物、技术这3个项目对国际社会提供协助。第一是口罩的资源，现在台湾一天可以生产1300万片的口罩，并且还在持续的提升，即将达到1500万片。这个阶段，我们将捐赠1000片的口罩，也就是将近1日的产能，支援疫情严重的国家的医疗人员。后续我们也会视国内的产能，给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第二是药物的资源，有些国家的临床研究认为奎宁有助于轻症患者的治疗，因此政府已经请厂商提高奎宁的产量，对有需要的国家给予适当的支持。第三是技术的资源，我们分享目前国内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电子检疫系统，让有需要的国家可以准确度来进行有效的疫情调查，防止疫情的扩散。我们的公私立医院也会持续透过视讯，提供我们的防疫经验与技术给需要帮忙的国家。我要强调，能促成这些合作的前提是台湾有坚强的实力，政府也行有余力。把台湾内部的疫情控制好，物资准备好，我们就有能量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人道的协助。其他医疗的物资在确保国内需求无虞之后，会陆续的提供协助国际。任何国家的医疗体系一旦崩溃，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沦陷，而会是全球疫情的恶化。也因此，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愿意尽一份责任，助人也利己。
我们要让台湾看见，我们要让大家看见，不只是台湾 can help， 更是台湾 is helping。我们更要展现，在面对全球疫情的挑战下，台湾是世界联手防疫不可或缺的一员。Over the past months, we have seen countless acts of bravery and sacrifice from medical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ur duty as global citizens to give them our full support. We need to step up cooperation, and that means sharing experiences and material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develop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Pandemics cannot be stopped by one country alone, and Taiwan stands ready to do our part. Going forward, we will donate surplus masks and other supplies to our allies and countries that hit hardest by COVID-19. These supplies will go to medical workers on the front lines who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save lives. 那么面对危急的时刻，全球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展现人性互助的一面，来合力对抗病毒。在这场防疫作战中，台湾愿意发挥关键的影响力，跟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谢谢大家。总统、院长，还有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早安。那台湾现在的疫情，虽然我们大家都戒慎恐惧，不过因为全球的疫情的险峻，我们也不得不注意。我们回想起来，以前的 SARS 对于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那时候 SARS 的规模，全球被感染的是8000多人，8079人，死亡的是700多人，774人。那到今天，我们的 COVID-19 全球被影响到的已经超过85万人，超过了100倍，然后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了4万人。整体我们看得到，虽然大家全民一致，在总统的领导跟院长的领导之下，大家上下一心。全民展现了我们的高水准，我们现在是守住了。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这样的大流行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戒慎恐惧，那我们就可能会失败。那目前台湾的疫情，它算是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追查不到感染源的，最主要现在大概都已经过了我们的潜伏期，大概有4个案子，还稍微留了一点尾巴。就大家常知道的258的案子，跟我们昨天322，那还有我们的师大，跟师大的案子，大概有3-4个案子仍然在我们的潜伏期需要观察。至于在前一段时间大家所担忧的100案跟156案，这2个案子基本上到今天，那个潜伏期也差不多到了。所以在社区我们还讲它是有一个零星的社区感染。但是为了要超前部署，我们还认为社交的距离仍然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昨天也特别宣布，非特定人在公共场所，我们希望在室内能够维持在1公尺以上，在室外维持1.5公尺以上。那这样的一个距离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那就请把口罩戴起来。那当然有人在问说，那在学校怎么办呢？学校当然我们尽量希望它能够开窗通风，能够保持距离。基本上学校全班的同学大家都是认识的，这不属于非特定的人。像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距离。但是开会的人，大部分有经过适当的登记。如果不是，这些外面的人太多，基本上都是可掌控的人，那有量过体温，那有做一个健康的基本的报告，基本上在那种场合，
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来戴口罩。所以大概我们希望说这几天是连假，大家就出外旅游。我知道很多人也闷了很久，想要到外面去。不过到外面去的时候放松，还是要注意我们的社交的距离的维持。那高铁也宣布了进场要量体温，超过了一定的体温就不能够进去。那进去的话就一定要来戴口罩。总之，很多的防疫的规定给大家生活上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我相信我们国民的水准，在政府这样宣布了之后，大家知道把自己顾好就是把社会顾好，把自己顾好就是把家人顾好。每一个人都是防疫最重要的螺丝钉，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它拴紧，那我们的防疫就会成功。让我们全民一起来努力，谢谢，谢谢大家。总统、院长、陈部长、吴部长，在座诸位媒体朋友，大家好。经济部这一次承担防疫期间相关物资的生产工作。首先，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产业界的朋友、国军弟兄姐妹以及经济部的同仁，从过年期间就开始来陆续提供协助，才能够不负全体国人、总统跟院长的期待。我在这里真的是充满着感恩。谈到口罩，台湾过去是口罩生产量188万片，到现在日产量超过1300万片，或是实名制开始时的7天买2片，到4月9号开始可以14天买9片。未来经济部会持续的来连结国内产业的能量，来确保物资的供应稳定，使命必达。谈到清明的年假，经济部会来确保民生物资的供应稳定。依照总统跟院长的指示，要持续的来确认主要的民生物资的供需跟价格。目前相关的物资供应稳定，卫生纸以及泡面、罐头这些产能都会来加大，市场供应无虞。面粉有将近6个月的使用存量，沙拉油有4.5个月的使用存量，民众可以来安心。尤其大家最近关心的这些卫生纸跟泡面，从2周前开始，部分国人担心疫情，开始抢购物资。我也在这边跟大家特别来说明，卫生纸的部分现在已经全面赶工，24小时生产，物流配送也配合。简单说，产多少就吃多少。那谈到卫生纸的销售的情况，目前在超商跟药妆店架上都有现货，会员制的大卖场因为限购一创，也供货无虞。至于社区的卖场、超市，因为方便、价格实惠，所以比较容易被买光。但目前也推出限购一串，偶尔被买完的状况，但每天都会生产跟补货。谈到泡面的部分，我们是以中盐普渡的水准来生产，销售的情况已经趋于稳定。
谈到防疫物资的部分，我们会持续的来生产，满足防疫前线的需求。口罩方面，目前产能已经突破1300万片的日产能。清明连假，我们已经协调厂商来轮班，会维持相同的产能。连假后，也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调校机器，提升稼动力，朝着日产能1500万片努力。同时，也会保持国内口罩原料的价格的稳定，以及量的供给稳定，也就是所谓的稳价稳量。谈到防护衣跟隔离衣的部分，我们会配合指挥中心的需求，努力提升安全的存量，希望拉到法定安全存量的2倍。国内有原料，有制造的能力，台湾的纺织业制造出来的高水准产品，不输给进口货。谈到耳温枪，4月之后，因为只要厂商的产能提升了，从每日4000支提升到1万支，同时也承诺国内的需求优先来供货。所以在确保国内供应无虞的情况之下，已经可以来解禁出口。以上是经济部针对几项重要的物资跟民生物资跟防疫的物资的简单说明。谢谢大家，谢谢，感恩。总统、院长、沈部长、陈部长，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台湾在防疫作为上面的部署和经验，已经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肯定。由于现在疫情持续在各国蔓延，全球死亡人数还在增加，我国除了对外分享我们台湾的防疫作为和经验之外，我国政府也收到国际社会期盼援助的声音。在不影响国内防疫的准备情形之下，外交部也做好准备对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我们将针对美国以及疫情比较严重的欧洲国家以及我们的友邦进行第一波的国际人道援助行动。台湾将捐赠1000万片口罩，支援这些疫情严重国家的医护防疫人员。第一，我们将持续在台美防疫合作的架构之下，提供美国迫切需要的口罩，协助强化美国第一线医疗人员的防护措施。台湾与欧盟是理念相近的伙伴，双方也共同合作对抗疫情。我国将针对欧盟及疫情相对严重的会员国捐赠口罩，协助这些欧洲国家的医护防疫，缓解对防疫物资的大量需求。后续并将与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諮商，建立互惠的防疫合作。例如，就防疫物资建立互补供应链，互通有无。第三，在邦交国的部分，除了提供口罩支援友邦医疗前线，我们也将捐赠我国的热像体温显示仪以及额温枪等。后续我们将针对个别国家的疫情发展以及我国的防疫物资能量，评估提供相关实质援助，以协助友邦共度难关。其实，来寻求支援的国家相当的多，而且很早就来拜托，但是我们为了确保国内需求无虞，一直都没有同意。现在提供给国民购买的量已经提升，海外国人的问题也已经解决，所以我们行有余力，首波援助也是提供给疫情受创较严重的国家，以提供当地医护防疫人员更多资源，以对抗疫情。未来我们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与我国的防疫能量，来规划接下来的援助。台湾的防疫工作受到国际的肯定，台湾也有责任站在协助各国抗疫的第一线，
与世界各国共同打击病毒，让台湾 can help 不只是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在强化国际防疫合作方面，我们最近也看到更多的进展，譬如在防疫的科技合作方面，陆续由美国、欧盟、捷克、加拿大等国与我中央研究院进行视讯会议，就快筛、药品以及疫苗等生物科技研发与生产讨论合作方向，并将持续深化彼此的合作。另外，我们也积极建立防疫合作伙伴关系。除了与美国建立防疫合作架构之外，我们也与澳洲进行了防疫物资的合作。台湾和捷克也将在快筛、疫苗及药品的研发及生产开启合作，并且就医疗物资及设备等进行交流，建立多面向的防疫医疗合作架构。以上是我们在人道援助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规划。台湾常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卫生体系之外，这次面对武汉肺炎侵袭，台湾在抗疫一开始虽只能单打独斗，过程艰辛，却因超前部署、因应得宜，获得世界多数国家的肯定。台湾有意愿，更有能力提供协助，在双边及多边的架构之下，都能够和国际合作防堵疫情。台湾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台湾不应该一再被排除在国际公卫体系之外。在此也要再次呼吁 WHO 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让台湾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台湾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世界需要台湾，台湾不会缺席。谢谢大家。总统您好，总统，我们想要请教，因为台湾这次的防疫作为让国际相当的关注，也很肯定。那今天呢，我们宣布要捐助1000万个口罩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讨论。那包括美国国务卿庞皮欧他也讲到说，那公开的表示说会支持台湾，会协助台湾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不晓得这个部分呢，我们跟美方已经讨论过什么样是最适当的方式嘛？那会员国会不会是一个方向？谢谢。我们持续的在跟很多的理念相同的国家在讨论台湾可以参与国际，尤其是在公共卫生跟健康维护事情这些事宜上面我们可以更积极提供协助或者参与的地方那我们的沟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了对台湾的支持那我们也会继续做这些沟通的工作。那同时我们今天宣布的这个国际合作的方案，也是要具体证明说台湾是可以变成国际社会里面非常有积极贡献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国际社会能够听到台湾的声音。好，日本共同社。总统你好，日本。刚刚的总统喺亚伯嘅談話當中呢，主要講到面對亞伯疫情，台灣係做到同好嘅佢未受到同多國際嘅肯定，就係將本單台灣係最尾進口泰國。也呢啲面對亞伯疫情過後呢，台灣當家來調整因國內嘅經濟腳步，也呢台灣已經係全世界第二大嘅最尾生產國嚟。不過呢，針對一下全世界疫情，政府未有表達出解釋理由，其中因為講，假使亞伯國際疫情冇辦法有效嘅控制下來，嘅武漢肺炎疫情就唔會真正嘅結束。故所呢，針對防疫一部分限係為3萬來做。佢總統呢，佢主要講到嘅，台灣先前呢係自家來做一個國家區，自家呢對國內來做好疫情。而呢台灣做到更來更好嘅能力，漸漸嘅做上來嘅。佢因為講，台灣3年呢愛來做嘅就係一個大一個國際比，就係愛來加強國際合作一方面。喺國際合作一方面呢，
总统蔡英文佢就講到嘅，會針對3個面向來做。第一咧就係最美，第二就係肉嘅，第三個就係技術嘅部分。佢針對最美部分，總統蔡英文佢就有講到。從台灣一下一年，最美一年嘅生產量已經來到1300萬隻，下來嘅亞幾年還有可能會增加到1500萬隻。啲針對國內需求這方面已經有來哦，故說呢。下來呢，台灣呢會針對從國際疫情較厲害國家來提供1000萬隻嘅最美來天數加到來對抗疫情。另外，第二方面就係來天數肉嘅一部分，再講一下全世界醫學界就容易為講，一啲困難對治療武漢肺炎有一定嘅效果。故說呢，一下呢總統未請相關嘅廠商來提高一啲肉嘅產量，假使國際有需要，台灣就做啲停電來天數。另外，第三個部分就係技術也方面嘅，總統就有講到嘅，台灣對一開始防疫嘅時節就要用大數據來聽防疫。另外，從係天子檢疫系統，台灣未做到當好，故所呢就要留一啲疫情來防疫檢測檢厲害。然後呢，接下來就會講台灣會留一個經驗同國際來分享，希望同國際來天數對抗疫情。總統蔡英文佢特別強調嘅，佢講台灣呢有一個堅強嘅政府，故所呢一下台灣世界防疫做好嘅，一下未做得同其他國家來天數。佢啲28日談話當中呢，沒有用英文同國際來發聲哦。佢就講到嘅，面對28疫情，台灣會加強國際合作，台灣願意來發揮影響力來同國際來天數。喺嗰個28日外交部長吳釗燮沒有同時啲28日記者會當中同國際來發聲哦。佢係針對最美天數嘅國際天數嘅部分有做進一步嘅說明。佢就講到嘅，台灣接下來呢會特別針對美國韓國有種歐洲國家疫情較厲害所在，然後呢韓國有友邦提供1000萬隻嘅最美，特別呢為了加強台美合作關係，希望呢做啲結結從美國醫療人員、醫療資源同大一啲問題哦。韓國呢吳釗燮咪特別同國際來發聲哦，同 WHO 來呼籲。佢講呢，台灣按多年來都本年當地國際嘅醫療體內外背，28日台灣嘅產前準備其實做到當好。台灣針對28疫情做得來天數，故種呢佢咪呼籲，希望 WHO 為了台灣能以也嚟 WHO 相關組織嘅發通導向嘅。韓國有啲28日防疫一部分其實嘅。除了防疫外做到當好，佢從國內穩定經濟也方面，佢經濟部長沈榮津佢就有啲28記者會當中，特別來感謝從係產業嘅調價，韓國有從亞洲國軍嘅阿邊高，然後韓國有從經濟部嘅同時，亞洲對公營意思就一次無限多幾秒。佢講到呢，對公營以前其實呢，大家呢都希望呢為了增加一條。留一啲民生物資，攞基礎好來。故說你一下國內嘅民生物資，韓國防疫物資，從係最尾都冇問題嘅。唔過從前一步嘅，更有民眾去從係衛生紙啊，韓國有從泡麵也掉撕啲東西哦，就講嘅疫情發生嘅時節，國內會可能會影響到大家生活。唔過經濟部媒體片同大家講嘅，希望大家唔是按照認真一下國內從係衛生紙、泡麵都幾件搶衝上生產價掉嘅，韓國有從麵粉啊相關的物資，一下呢都動啦，供應都完全冇問題。希望呢大家唔是按照做地呢停定國家強下來對抗疫情。其中也嘅衛福部長陳時中呢，佢就有特別同大家來講到防疫一部分下來係咪樣做？佢講到一下台灣啲防疫一部分，其實一下算係有防好嘅。唔過一下全世界疫情還係很厲害，假使啲國際疫情冇顧好情形下，台灣嘅防疫還係會出問題。故所呢，接下來一啲政府同指揮中心都會停定所有嘅民眾，強下留一啲防疫做好來。而種呢就係同28日整理嘅記者會重點，繼續來看總統嘅談話內容。防疫的工作來保護國人的健康跟安全。好，東升。总统你好，防疫期间就是台湾的知名度算是有打开很多这样子，那国际上也渐渐分得出台湾跟中国的差别。那
前天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有在立法院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过刚刚总统你用台湾来形容这个国家蛮多次的。那对于陈玉珍这样的言论，苏院长他也有认为说他这样可能没有资格来做国会的议员。那想请教，那包含今天国民党团也出来开记者会，希望苏院长这边道歉。那想请教总统，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的吗？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我想苏院长在立法院的答询，其实反映了很多台湾人的想法。那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那么团结也更加的凝聚了我们一个共同体的一个感觉了哈。所以我希望这个团结的氛围可以持续下去那照我来看，中华民国台湾现在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所以我们来持续的凝聚我们的共识让这个国家可以更团结。最后3题好了，云先。总统，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外界也相当关注，就是最新一期的联侦专刊说您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财产跟现在的财产比起来已经腰斩了，对于政治奉献是不是蛮大的？我是在担任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当然有一些工作了可是这些工作都没有薪水了，所以我的生活的必须还有在这段期间我也历经了几次的选举嘛，也有一些支出所以不太好意思，那财产没有增加，只有减少。好，那个总统好，不好意思，想跟您请教一下，您说我们要从个国家队转打国际杯，那这国际杯是否也包括中国大陆呢？如果他们愿意，如果他们需要协助的话，我们会愿意提供吗？另外是在这协助上，是否也锁定我们的邦交国也以作为优先来提供协助防疫物资的部分？谢谢。我们对于就是说物资的这个提供援助其实刚才我们也都表达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行有余力，在国内的物资充足在我们的防疫的需求能够满足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来进行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医护体系，因为医护体系他们最需要这个资源。那么只要有需要的，我们有能力，我们都会帮忙。好，最后2题，那个台湾醒报，然后 TVBS。总统你好，我是台湾醒报的记者林义玲我想先讲一下我上礼拜坐计程车的经验碰到一个英粉他说幸好我们这次选对了总统因为我们在防疫的事情上好像赢得国际的肯定跟重视那总统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跟 WHO 刚刚部长也特别喊话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来正视我们台湾的经验把我们纳入他们的组织体系？那其实刚刚也有记者问到说，究竟总统在打国际杯跟区域联防里面有没有 include 中国在内，或者总统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喊话在这个时候，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因为我们的国人在国际上也会被人认为是中国人嘛那是不是总统这一方面也跟我们说明一下？那最后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是问到有关纾困，很多人担心在纾困过程中有很多的民意代表，还有政府官员，甚至政治人物会借机浑水摸鱼，图谋私利，对一些不良的企业借这个机会给政府要钱造成政府的负担。这方面不晓得总统有没有想要好好的防止一下？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愿意参与国际而且积极的参与国际的各项的事务那尤其是在健康维护跟公共卫生跟防疫的这些工作上面那我们也讲过我们愿意跟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都很愿意一起来合作那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被过度的政治化那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我刚才讲的，有需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就贡献。那我们还是秉持的一个贡献跟相互合作的一份心意能够让国际社会体验到台湾人愿意贡献，也愿意协助，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听到台湾的声音
那另外，这个纾困的方案啊，我必须讲哦，我们我刚才才在跟院长讲哦，我们这段期间以来哦，我们的团队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好哦。那无论是相互的补位配合，或者是讨论哦，其实都发挥了最强的团队的精神，所以整体的政府的团队的表现哦，确实以总统来看，我要表达一个非常肯定的意思哦。那至于纾困哦，确实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企业是在这个情况，很多的企业其实它的营业其实已经是一直往下掉，甚至掉到5成以下，甚至有的只有1-2成哦。那这个时候急需政府来协助的哈，因为企业要是挺不住的话，他们的员工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的纾困都是拿出最快的速度来协助这个企业渡过难关。那至于你刚才讲的那些或许有企业在这个时候会因为这个纾困使得这个不良的企业能够，我相信这些事情哦，我们的行政团队都会非常的注意哈。那我们重点就是维持这个企业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哦，能够不会崩解掉啊，而且能够维持一段这个稳定的期间，让这个员工哦不会遭受到这个生活上的冲击。好，最后题 TBS。总统那个前行政院长郝柏村30号时候离世了，不过也发声明说823炮战守护国土有功。接下来我们会对他颁褒扬令的准备吗？郝柏村前院长哦，对国家是有贡献，那尤其是在823炮战的期间哦，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啊，所以褒扬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那最后，苏院长不知道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对，好，那谢谢总统，谢谢院长，谢谢3位。好，防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跟清洁的习惯。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哈。那跟一般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刚才我们陈时中部长已经讲了，我们要有社交的距离啊。那我也希望在未来4天的清明假期啊，我们的国人哦，不论是扫墓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哦，都要谨守我们疫情中心对大家的指引，尤其是要保持这个所谓的社交距离哦。那在这里，最后我要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好，谢谢总统，谢谢苏院长，谢谢陈时中部长、沈荣金部长、吴钊燮部长。那我们今天总统的场听谈话到这边结束了，那也要在这边预祝所有的国人同胞跟收看。